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一礼拜久中间保守看顾阮，一切拢平安。那阮阁来到你的圣殿，要来服侍敬拜你。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即个时阵会当安静阮的心，会当自信。 伫甲你甲亲近交陪的过程中间，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今早起的礼拜合你的心意。主啊，阮是软弱有罪的人，阮承认阮的罪过，求你赦免阮。阮通好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亲近你，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话。 主啊，阮今仔日也要享受圣餐，甲你同齐道。恳求主你帮助阮，伫思考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恩典的过程中间，愿意完全降服。透过圣礼典，搁一遍甲你结连，也得到你所赏赐的快乐。阮从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 阮无论伫逐角落咧服侍过程中间，拢有主教阮三甲伫地。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所有的属灵领袖，真实会知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阮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会当带互万民祝福。主啊，阮。 伫教会中间有推动无共款领域的事工，求主你顾守遮的事工，互遮的事工真正会当带来影响。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互对你遐来的真实的公义甲忍耐，会当遍行伫阮的国土。 主啊，阮也恳求你点到复兴的火伫台湾正教会，互每一个教会透过无共款方式来遍传福音伫即块岛屿，有搁较侪人羡慕你的救恩来亲近你。来主，阮也将即摆有缘伫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面的全世界各国，恳求主你顾守这一切。 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接通以来？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教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圣诗51首，现在，现在，现在。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宇宙的主宰，至圣至尊，阮所尊崇信靠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施了无限的疼痛的恩典，予世间人。你也顾念阮本质属土粉，伫罪当中来出世，心神肉体软弱，真容易受罪来引诱，生活中常常做出违背天父心意的代志。你犹原无放杀阮，借着圣囝基督耶稣十字架顶宝血救赎，互见那认捌基督做救主的人，要享有福分来受竞选做你的儿女。显明天父上帝本是疼的本质。因为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毋是借着我，就无人会当到爸遐去。”今仔日是圣餐的主日，我要甲主同齐道大声，我要存敬畏甲忧伤痛悔的心，将过去日子的当中所有得罪天父的代志，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来怜悯赦免，互阮恢复甲你有合宜的关系，借着领受圣餐，甲牧师所传达的信息，成做阮培养灵性的美牛。也祈求圣神时刻来陪伴阮，来鞭策阮，互阮伫世上的日子，拢会当活伫天父旨意当中，做一个无通指责、英神一人的忠实信徒。亲爱天父，当世上还阁真侪国家犹原还阁生活伫武汉肺炎的威胁的阴影之下，
感谢你特别人民台湾，互阮台湾会当透过真济的防疫的医疗人员的调磨甲牺牲，以及所有百姓对防疫措施的合作，互即款的疫情得到控制。阮今仔日才会当日成的安息日来到圣殿举行实体礼拜敬拜阿罗尼。但是，阮真担心，面对社会渐渐恢复到一寡大型的活动，甚至有过头的消费性的团体活动，可能会带来疫情传播的危机。求天父上帝持续扶持眷顾，徛起伫即个台湾的所有百姓，面对疫情，犹原爱持守敬虔的态度，遵守疫情后的生活规范，直到你人民的大能将这个苦难除去。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向你祈祷。阮的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7篇，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之水会上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误虚假。这个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家门啊，徛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开啦、大官人的耶和华。城门啊，徛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这是请咱个起立来吟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
听的，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听者，带接俄乐，咱要请圣歌队来演的是《天使画命美娘》。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天主教经书4章第60到16节。现在中文译本325页，台语和日本241页。
第6节，你若将这个事提醒兄弟，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使用，用信心的话，甲你所顺谈的正确道理，要帮助你伫人性上得到长进。第7节，论到遐个毋值得讲的喊过传说，拢应该避免，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家己。身体的锻炼虽然有利益，但是灵性的锻炼对你更较有利益，因为灵性的锻炼对现实甲将来拢有帮助。第9节，这话是通信的，值得照常来接纳的，因为咱辛苦着磨，将愿望寄托伫永生的上帝，伊是万人的救主，搁较是信伊的人的救主。第1节，你爱将这个事指示因，教导因，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来看轻。着伫讲话、行为、听心、信心、甲纯洁各方面，拢爱做信徒的好模样。你着爱伫宣读圣经、讲道、甲教导等工作上，注意专心去做，直到我来。毋通忽略了你属灵的温室，这个温室是借着先知的预言，甲长老的hand手赐予你的。15节，这个事你爱专心地去做，互众人看出你的长进。你爱谨慎家己，对你的教导也着细致。常常关心这个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也要救听从你的人。圣经以上，今仔日主任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属灵的父母培育锻炼，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父亲节的纪念礼拜，愿上帝祝福保守咱在座所有做人的老爸，拢会当明白家己的角色的重要性，借着这个角色来影响家己的囝儿甲查某囝。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属灵的父母。咱伫2当前。父亲节，咱有分享属灵的父母，但是迄个时阵副标题叫做“真做典范”吼。牧师是甲大家分享讲，做别人属灵的父母，咱上界重要就是用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今仔日咱要将焦点放伫培育甲锻炼，就是讲，如果咱若有心要真做别人属灵的帮助，咱应该爱伫倒几方面来帮助咱的属灵囝儿甲查某囝。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即时甲阮三合之地，提起圣心来帮助阮明白你的话语，透过圣心的激励，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来延长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伫家庭中间，咱就是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所以我认为讲，咱对别人的灵性的长进，其实拢爱有负担。所以意思来讲，咱爱伫别人的信仰顶面的进步来负责任。所以这就需要真做别人的属灵的父母。什么是属灵的父母？就是伫信仰顶面去帮助，对信仰认捌较少的兄弟，互因更较侪去认捌上帝。
伫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中间，去帮助因起做搁较大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咱明白即个属灵的父母，甲年纪是无关系，但是甲信仰有关系。咱看见圣经就是安尼来教示，伫罗马书15章第1节安尼讲，伊讲咱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摊伊的重担，无求满足家己。咱知影，其实咱追求信仰，咱家己会当得到真大的满足，咱甲上帝起做好的关系。但总是咱毋通袂记即，有哪爱甲其他人分享。就是咱爱诚做别人的祝福。其实咱伫教会这大家庭中间，咱拢会当诚做彼此的祝福，互每一个人伫信仰顶面拢会当有长进。所以有时阵咱爱扮演属灵父母的角色，有时阵咱爱学习诚做属灵囝儿的角色。今日我主要要甲大家分享，咱若要做别人的属灵父母咱爱伫倒几个方面。诚做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会帮助。首先，我要甲大家将迄个焦点放伫讲，属灵父母的教示有一件代志非常重要，就是听。这甲属灵的老师无共款。咱在做别人的教练、做老师有职责爱帮助学生进步嘛但是，迄甲属灵的父母的身份是无共款。咱也知影顶世指的会属。甲老爸咧指导囝儿是完全无共款的顶时可能后交代下小爱办啥物代志，若伊办了无好，咱来指导一下。但是属灵的老爸咧指导囝儿，迄是爱充满疼的。咱来理解，老师会当诚做咱的帮助，但是属灵的父母是用性命咧疼咱。我举一个例，互大家明白咱最近教会的团部委员会有甲几位教界的朋友开始一个事工，这事工是叫做南北二路的网络节目，制作一寡节目。这节目主要的内容就是用信仰去反映社会发生的代志甲议题。今仔日周报的第8页特别有介绍这个节目，咱来当去看这个节目。我要讲其中这节目中间，牧师有去访问台北东门教会一个长老一个蔡长老，伊当时是这个台北医学院的精神科的主任。阮咧做伙咧讨论这个关系，这疫情所发生的代志。伊分享一个真正的见证我听了真感动伊咧分享10外当前SARS 发生的时阵，伊所参与的一件代志。伫 SARS 发生的迄段时间真侪人得了 SARS 嘛毋知，伫厝内底其中有发生一件代志，就是有一个老爸伊甲2个囡仔做伙踮伫厝内底，这老爸得了 SARS，家己有哪无清楚，囡仔嘛毋知伊老爸得 SARS。这囡仔大汉的是国中2年级，当时国中2年级，细汉的小妹抑搁咧读国小。因为这老爸破病真严重，突然间煞小可呼吸煞无呼吸这大汉的这个囝看因爸爸倒伫涂骹无呼吸的时阵伊无顾一切就对因爸爸进行这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然后伊叫伊的小妹甲因拍电话去叫救护车因就伫遐来爸爸去急救但是了后因爸爸也是无法度挽留因爸爸的性命因爸爸送到病院进前就无性命的现象因为因2个甲因爸爸斗阵，所以2个兄妹拢必须要受隔离其中因为这个大汉囝伊捌用口对口人工呼吸对因爸爸嘛所以伊的肺部嘛受到感染因为2个遮尔少年的囡仔去用隔离的时阵心情拢情绪拢真歹特别因老爸搁当过身去心情真歹所以需要有精神科医师起来因辅导其中这东门教会的这个蔡长老伊就负责甲这2个兄妹去透过这电话甲因来辅导其中有一遍伊就问这个大兄讲你起来恁老爸急救的时阵
哦，虽然你可能唔知影伊这个 SARS， 但是你敢袂去惊向感染着嘛？吼，啊叫这个囡仔吼，连想都无想，就马上的这蔡长老回答讲吼，今仔若换做是我吼，我的老爸莫安尼对我做。伊这囡仔但这蔡长老讲，若换做是我安尼倒咧吼，阮老爸一定有人来我急救，吼，袂去考虑啥物其他的代志。啊，所以这蔡长老伊明白讲。这对爸仔囝是遐尼相疼，啊，所以伊就安慰这个国中2年级的囡仔来讲吼，你老爸实在是足好运的啦。因为伫当时阵全世界，因为 SARS 来过往的吼，拢总有600几个人，其中独伊的老爸吼，最后一口气是伊的囝来分入去的，啊，所以用安尼来安慰这个囡仔。啊，听这个故事后来当然这个囡仔后来受治疗啊，有好起来吼。啊，伊带长老有来甲因见面，吼，带因接因出病院吼。啊，但是带长老讲这个见证、这个故事的时阵吼，我深深是得到一个足大的感动。我讲爸仔囝的感情就是安尼啦，会当无顾一切冒险，要去挽救对方的性命。这甲老师甲对学生是无共款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这大家庭中间。咱虽然无一定有血缘的关系，但总是这款的听若存在伫咱的中间，咱彼此迄个协助是充满快乐的。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予提摩太批信中间的一段。咱看起着圣经中间的记载，保罗甲提摩太吼，因这对同工吼，因虽然伫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顶面互相真做同工，但是咱知影。因中间迄个亲密吼，亲像爸仔囝同款。因为当时阵保罗爱派伊设立真济教会，啊有时保罗无法度去牧养这个教会时，伊会派提摩太去这个教会去协助逐项事工。啊，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真少年的传道书，所以保罗吼常常透过写批去关心伊牧养教会的情形，而且伫批中用迄个话语来勉励伊。爱持守上帝交代伊的工作。咱伫迄个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咱会当去看出吼，伊就亲像伊老爸同款，吼，伊帮助伊属灵的囝儿，伫各方面会当得到成长。所以牧师要利用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吼，咱做伙来想，伫教会中间，咱安怎帮助迄个信仰有缘软者，咱亲像咱属灵的囝儿同款的这兄弟姊妹。爱伫倒几方面爱成长，牧师要分享3个部分吼，咱做伙来思考。第一项吼，咱爱特别爱帮助因伫信仰品质顶面爱提升啦。所以咱看起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第一项代志，就是讲爱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家己。伊讲身体的锻炼，检查有一寡利益；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拢对你有利益。因为灵性的锻炼会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到教会吼，咱有真侪无共款的目的，教会会提供真侪无共款的功能。但是咱来理解，咱来到教会，毋是干那讲咱捌足侪人，啊得到真侪人的关心，还是讲咱伫遮互相相疼来。其实来到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功能，其中有一项是介重要的是。咱来到教会，就是爱认捌上帝，爱帮助要未认捌上帝的人，更较认捌上帝。啊，无咱来到教会，吼失去意义，甲其他的社团无啥物无共。其他的社团嘛会互相关心，彼此相疼。但是咱来到教会，真重要的是讲，咱来透过教会的生活来认捌上帝。所以，牧师期待讲，咱无论伫啥物款的聚会中间，伫小组内底，伫团契中间，咱应该爱较侪去思考关于上帝的代志、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若对别人的信仰有负担，要将做别人的属灵的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帮助伊伫信仰品质顶面会当提升。啊，拄则这段经文吼，会当帮助咱思考2方面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吼。咱来帮助遐信心较软弱的人，遐当来接触咱的信仰的人，即係咱属灵的囝兒吼，愛獻身伫有價值的代志。咱拄則所讀的經文中間講，
当时遐信心的话，甲你一向军队正确的道理，会帮助你伫灵性顶面长进。啊，论到遐个无影无食的传宣吼，都应该爱避免。意思讲吼，咱生命爱投资伫迄个重要的代志顶面啦吼。咱看到有一出广告讲吼，生命应该爱浪费伫美好的代志顶面吼，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啊，什么叫美好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代志嘛。咱毋通将迄个生命浪费伫一寡吼无影无食啊，一寡传说还是讲人讲吼八卦啦，还是讲无聊的话顶面。咱应该爱将咱的生命、咱的时间、有限的时间投资伫一寡有路用的、永远的代志顶面。父母对囡仔上界重要的影响，都是帮助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去挑找着生命中间上界有价值、上界有意义的代志。属灵的父母嘛是安尼。即摆其实有一寡老爸老母吼，可能无用家己的代志，无用家己的事业，啊，将囡仔放伫厝里吼。啊，即摆囡仔拢透过电脑、网络咧学物件，啊，其实你若无详细去来关心吼，你毋知伊学着啥物物件，你拢完全毋知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帮助咱的细囝，特别咱关心着的人，会当去看到伊生命中较有价值的物件，然后将时间用伫遮个代志顶面。第二项，就是吼，爱为着敬虔来锻炼家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吼，咱拢称咱家己做基督徒，但是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咱要成做啥物款的基督徒？我看过真侪形态的基督徒，有一寡生命有真大问题的人嘛，称家己是基督徒。所以咱来思考一件代志：我到底要成做啥物款的基督徒？我是要成做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的基督徒。这才是咱所谓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对咱提醒讲。爱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家己啊！上界大的敬虔是啥物话？上界大的敬虔就是活出上帝欢喜的生命。咱拢拿出敬虔，就是讲咱常常读圣经，常常祈祷，常常来参加聚会，参加查经班，还是讲参加小组的聚会，这拢是敬虔的一部分。但是上界大的敬虔，就是你离开教会了，互人伫你的身躯顶。看见上帝荣耀，你活出上帝欢喜的生命，这是上界大的敬虔。所以为了这点吼，咱必须要操练家己啊。所以属灵的父母吼，咱嘛爱帮助咱属灵的囝儿吼，爱注重这个。保罗讲，身体操练真重要，因为咱人若无健康的身体，无法度来服侍上帝。但是灵性的锻炼对咱来讲更加重要。因为伊会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所以咱必须要为着家己的信仰来负责任。属灵的父母会当帮助你去训练你的信，你的操练你的信仰。但是这件代志吼，责任是在伫啥物人？在伫咱本身啊。信仰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毋通将责任撒互上帝，还是讲撒互教会。当然，教会、小组、团体拢会当关心你的灵性，关心你的信仰。但是属灵生命的追求，甲家己有绝对的关系。那亲像讲，你会当去请教练来训练你的身体，对无？但是你若无要运动，你爱听教练的指导，你袂改变。有的人拢想讲我只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我就会当改变。其实无一定。你若无坚持落去，无愿意操练家己，无愿意忍受迄个操练的过程中间的迄个艰苦，咱无法度进步啦。我发觉着真侪人吼，爱放纵吼，其实我有爱反省啦吼。有时阵知影讲比如讲食啥物物件对家己的身体好，咱无要去做。看到遐个可能较好食，但是吼对家己身体无一定好诶，咱就会合理化这个问题，譬如讲看到迄个空吧吼，咱想讲这食一个不要紧啦吼，这通血路啦吼，
是讲吼，这一个袂要紧啦，这都袂要紧，等下较运动就好吼。安尼放纵家己，咱身体就无法度得到改变。常常嘛，逐工拢立志讲我要运动偌济，拢做袂到。所以属灵的父母会当帮助你，但总是属灵的代志，咱家己有哪会负责任？咱今日要成做一个被主所采用的人，就必须要时时操练家己，提升咱的信用品质，装备咱家己来互上帝用。咱一礼拜课来礼拜日听20分钟的道理是完全无够。牧师不止一遍甲大家讲，咱诚做少年教会的信徒是足幸福的。咱有真济替大家备办好，而且灵修的材料。咱每一工拢有牧师帮咱录，每日亮光的这节目我看迄收看率真正无悬啦，咱差不多1/10的人咧看尔。都准备了好势，你就去使用。咱阁有新眼光的迄个读经本来帮助咱，然后咱阁有牧师伫即个咱的群组内底，咱鼓励互咱读。但是你家己爱去努力。因为这对咱家己有利益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定要注重咱信用品质的提升，这是第一项。第二个方面属灵的父母来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属灵的囝儿加强服侍能力所以咱看见保罗要求提摩太注意第二件代志，就是爱加强家己的服侍能力。伊讲毋通互人看轻你少年。无论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纯洁各方面，拢爱做信徒的模样。你爱伫宣读圣经、讲道、甲教导顶面，这工作下功夫，直到我过来。然后伊阁继续讲伊讲毋通忽略你属灵的温数，这温数是借着身体的有缘，甲长老换手所赐予你的。这代志你爱专心意意去做，互大家看出你的忠贞。这两段经文，拢是咧要求提摩太，爱根据上帝予伊的温数来追求忠贞，特别是伫宣讲圣经、甲教示顶面需要加强。这就是讲提摩太啊，你爱伫你服侍的能力顶面爱加强。咱今仔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咱除了伫灵性顶面甲上帝起做好的关系以外，咱还爱明白。咱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咱爱去服侍上帝，甲服侍人。所以，咱除了灵性顶面准备好势了，咱也爱加强咱服侍的能力，互咱服侍的力量更较大，服侍的范围更较宽。咱爱加强咱的服侍能力。但是，牧师嘛要提醒大家咱要成做一个合主使用的信徒咱加强服侍的能力毋是讲咱一定爱训练到什么程度，咱才会当出来服侍。通常咱的服侍咱是保持一粒受造就的心，咱愿意学习，伫服侍过程中间去学习，伫做中学习，安尼咱的服侍品质就拿来拿好势牧师团即回伫公司营中间有几个决定，咱望讲咱将咱的装备的课程会当更较广阔有适合无道友的，有适合一般信徒的，有适合教会同工的大家当选择咱适合的课程去进修互咱服侍能力更较进步最后一项咱头前讲过，除了信仰的品质，除了服侍能力以外，最后一项嘛是非常重要，就是奉献的精神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提醒提摩太讲。这个代志你要专心意意去做，互大家看出你的忠贞。你要谨慎家己，对你教导也爱说你，爱有恒心坚持做这个代志。安尼你不但会当救你家己，也当救听你的话的人。所以保罗伫遮特别讲提醒伊讲，爱持续坚持去做服侍的工作。一个人要安怎坚持，就是要有服侍的热情嘛。然后奉献服侍的热情，安尼做啥物代志拢真轻松。若你无热情做啥物代志拢真苦痛。有奉献的热情，做啥物代志都无共款。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诚做合主所使用的器具，毋简单爱有真好的信仰品质，有真好的服侍的力量。上界重要就是咱爱奉献的热情，奉献的热情，互咱的服侍更较有气力，互咱的教会更较进步。头前两项信仰的品质甲服侍的能力，这真侪人拢会咱帮助你。但是奉献的精神，咱需要恳求圣神的感动甲帮助。咱看见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遐尼怜悯咱，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伊，互伊欢喜。这就是你应该献出真实的敬拜。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将家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当然，奉献的精神，毋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得到的。独独就是爱透过不断的祈求，求上帝将更较侪较无的心，更较侪奉献的心是放伫咱的教会。我常常咧想讲吼，咱的教会若真侪人拢愿意为着别人的信仰的进步来负责任，真侪人拢愿意谦卑去学习伫信仰顶面的代志。咱的教会完全无共款，教会文化就是会去用完全改变。毋茫讲，咱的教会真真正正，诚做一个是互上帝祝福、互上帝使用的教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是父亲节，阮伫教会中间也思考，应该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求主使用阮中间灵性坚固的人，会当诚做别人属灵的老爸甲老母。透过因的帮助，互属灵的囝儿会当成长起来，互阮的教会更较合理的心意。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主任牧师带来的勉励，这是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217首，受悲欣迷，救主耶稣，请起立来做伙来吟。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未参者，三甲来甲主同坐倒，享受主的圣餐。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咱等下会安尼进行。当咱的小会员摕饼，互大家的时阵，大家伸出手来迎接即个饼。杯咱家己会当用细力来摕起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咱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当大，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愿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亲爱的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即时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列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你恩典的帮赞，请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性命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摕饼互恁的时阵，恁伸出双手来迎接，因为这恩典是白白要互恁的。咱摕着这个饼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互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主要所有会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流出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也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是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求你帮助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煞接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咱少年教会做礼拜的兄弟。你若伫卡面无填老名卡，咱伫座位头前有老名卡，请你填好，直接交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来甲你欢迎。也邀请所有兄弟伫礼拜后到10楼卡面贵宾室，来互阮进一步甲你介绍甲欢迎。这是请咱来奉献。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亲爱天父上帝，你是阮生命主宰，也是阮万福的本源。这是阮当时的儿女奉献淡薄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希望伫用的顶头，用这顶头拢是按照你的旨意来做。
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各小组要来献诗，为着爸爸节要来献诗。因要唱的曲是毋捌说出的真爱。这小朋友的爸爸，恁拢礼物有收到吼？我来简单报告几项吼。本周日是本会所定的
爸爸节的主日吼，啊拄则咱有儿童注意来献诗吼，因为今年拄着疫情，妈妈节的时阵嘛无礼物嘛吼，所以咱爸爸拿比照办理吼，咱有至少咱有即个小朋友来甲咱祝福，咱就真感恩吼。具体关怀的部分，本会会友陈贵基姊妹、林振荣兄弟的太太，伫8月7日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另外有两对夫妻，就是陈凤昌、杨家庭，抗咧伫7月20日有得到一个千金，彭福建鲍威东抗咧7月23也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社会问道理，伫8月7日即礼拜拜5暗时7点开始伫九楼的教室，请要参加8月份洗礼兄弟，你会记得迄个时间，照教会安排的时间准时来参加。周报第7页有即个装备课程，第一个装备课程就是各院亲属的祈祷，这是讲师是陈瑞芝、卢光轩执事伉俪，伫即个8月7、9开始，每周日的9点到10点，伫109号的204教室，毋是咱本堂哦，要记好。第二个是你袂使毋知影的八堂课、8节课，伫8月30到10月18，下早10点半到11点半。老师是刘建良长老，教室是本会的9楼会议室。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吼，报名请咱家己来注意。到小委员会的消息，就是咱教会所举办的这个上年大学，109年度新生报名已经开始，招收年满55岁，身体健康会当自理的长辈来报名参加，到8月底截止。欢迎鼓励亲朋好友来报名参加。报名请甲迄个周思怡主任来接合。第8页，咱即个所设立的安乐中心今年已经满20档吼，有上遐个长者的遐个真感动人的故事，有甲伊合作伙出版一本经过20年的恩典卡热少年安养中心感恩的文集。这本册也有要举办这个公益爱心的书的迄个人款的活动吼，详细咱会当家来看吼。大概就是讲，你若买一本册吼，捐款1000块，你就会当送一本册吼。你会当看你要送互什么人吼，伊迄个中心遐会当甲你配合吼，配合你的捐款，会当甲迄个册寄到迄个你所要捐去的人的所在其他团结的消息吼，咱家己来看吼。报告以上，这是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
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才有一位王家恩先生，王家恩，好，要不要加？欢迎，伊是王宗尧牧师的公主啦，哈，即摆要伫营总工作，哈。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无介绍到。请这贵宾等下，咱去到贵宾席的所在，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好，甲接待。无。所以咱要用台湾的上营，就是新姓诗393首，俄勒专营文典主宰，请咱起立来吟，日周报第4页。请起立来接受祝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这密道社温强受差遣。